下面有请去年的花魁杜嫣然小姐。我歌舞都一般般，要是不来点特殊效果，怎么读？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我以为当个花魁会有奖金什么的，谁知道就给了一朵大红花。你们主办方也真够抠的。晴柔，你为何如此喜爱钱财啊？因为钱最靠谱啊！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现在啊，拿去给德姑看。不用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为何如此紧张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朋友一场，那走了我应该给他送行什么的呀。送行？你不会挽留他吗？他走自然有他的道理啊，我为什么要挽留啊？
我的未来夫君可是上天旨意的真龙呢。竟有如此之事。照此说来，这2个女人都有兴国之兆，都有母仪天下的命格了。天无2日，国无2主，这岂不是荒唐？皇上，这万花会以后啊，老奴多了个心眼儿，派人到京城的金铺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数月前，相国大人就已经命人打造金龙发簪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？占卜之事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连皇后我都没有告知。哎呦，皇上，老奴没泄露出去呀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，就当是巧合吧。堂堂相国，却把事情办成这样。我不敢直说二王子是真龙天子，只好让悬空的老和尚去说，即将嫁给他的女子是母仪天下命格，谁想到又被尹晴柔那丫头给破了。今日不查，谢言其必有防备，以后再用此类招数，恐怕更难奏效。不如在他身边安排个细作。公主所言甚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哼，我养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飞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给我闭门思过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爹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让我饶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快些嫁给谢言辰，我就放你出去。那你还是管我吧。哎，朽木不可雕也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我说哥呀，你能不能别再晃来晃去的了，跟个苍蝇似的。我头都大了。嫣然没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后他爹肯定又不会放过他，你叫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哟，这嫣然叫的，可真够亲切的呀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要万一他真的被罚了呢？那我就救他出来呗。那你打算怎么救？我说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拜托你用脑袋想想，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哎，不然怎么办啊？晴柔说的有道理，你只身闯相国府，就算救得嫣然，也会因此祸及家人。越是慌乱之际，越要审时度势，慎重行事啊。这恋爱中的人智商果然是负数。不过多亏你有我这个好妹妹。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还不快来谢我？晴柔，你若已有了计谋，就别卖关子了，速速告诉他便是。切，你们男人果然都是一条心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别瞎指挥。哎，我说晴柔，你这么帮助杜嫣然是几个意思啊？哎，我这哪是帮他呀，我是帮我哥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那茶不思饭不想那劲儿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说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竟然变得这般模样，哎，我实在是瞧不下去了。你呀，
就爱心泛滥吧。等他杜嫣然从里面出来，再找你麻烦，你可别哭啊！就你话多。哎，阿广，旁边没有人吧？这个东西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比枕头砸人轻多了。麻利麻利呼！哎，青柔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抛错了地方，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外人看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署名，只有我哥的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你就别八卦了，这是人家的小秘密，好吗？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让别人发现了。走。小姐，小姐，外面院子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次来，是想让皇上赐婚，把嫣然许配给严琛王爷。哥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嫣然自小与琪儿亲近，你不怕她不答应吗？我这次进宫，正是嫣然让我来的。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正是。做选择吗？娘娘息怒，我这也是未雨绸缪。毕竟皇位只有一个，立谁为太子，这是皇后娘娘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与其到时候慌乱不堪，不如早做选择呀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坐会儿啊？演月，臣妾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看你那德行，既然夸下海口，要把有情人整成眷属了，那你就做到啊！记住了啊，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处变不惊。哎呦，秦柔，王爷来了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还不是因为野号那事儿吗？上次你不是说有解决之道吗？解决什么呀？哎，就往人家门口放一个纸飞机，那消息人家看不看得到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天天就知道损我，不损我能死啊？我郑重其事的告诉你，会，一定会的。这纸飞机又是何物啊？罢了，本王倒有一计，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不知本王说了，
可有好处啊？我说谢言齐，我浑身上下全是优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毛病你就学到了。拜托拜托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让父皇母后相信他二人两情相悦，才能让父皇下旨赐婚。下旨赐婚？对啊，皇上金口一开，任谁都不能反驳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有什么歪点子？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个人帮忙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四啦。小四？